老丑，我真搞得让路咋个上弄了？哎，根本都差了呢。对，娘狗搞直播啦。对真狗那些要有让鬼忽略嘛，我打对摸了快手，如果摸了呢，搞直播那当给有时留学对你么呢？找过，我才撒蛋，有脑蛋超有力，我傻了我努力，这下我真跟你狂到容了呢，搞直播被断餐孙子最娘胡闹呢，那路都弄过的那不，个保定狗呢，得做呢，我得摸了嘞，过年还打过包咯，我嘞。家头嘞，个个他赌，如果越路哈干，家我怎么抓过他？才孙子都秀，就闹咋的？你种怎么卡怎么胡干？都够了嘛娘狗，家头姐个个他赌住个没路，闹大胡知道问狗对路咋的？又让鬼胡哩呢？那个。他们绑着呢，你就叫路那只不过，你查了点才顺利的都说的了只不干，又叫路姐，叫你不这么修嘛噶，修走姐还可以这么摸绑着，这么我给唱下顶流行了。就这样闹着的，梦上背后到的长老团成老，从好从去包单，也成说狂啦，嘎个小妈娘干，对说错，只想得瓜哒，才这么说狂，好长姐姐三家的度娘啦，都选择自己，叫你不包子得错张错样的，公瓜哒，没得都顶的那修错单超姐，梦团成着学的，规定人家梦到啥都不了嘛，还得人成说狂你够了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